國軍漢光42號實兵演習對明仔載開始要實行10天9暝。這一屆呢是延續着無劇本和去中心化的方式，也整合着 M1A2 戰車、濱海作戰指揮部和網絡降速演練來驗證整體防衛作戰論性。不過，這中國軍機軍艦佇今仔日擱再來亂咯，講是咧執行聯合戰備精神。國軍漢光42號實兵演習進前，國防部隨時公布偵測強機干擾台，公佈執行聯合戰備精神。國軍用聯合情感偵嚴密掌控應處，也為漢光準備暖身。第4作戰區繼續全路動員高調，操作無人機瞄準人形白目標，而且用 T75K3 手槍甲美國製造的 M4A1 步槍射擊練習。今年漢光演習動員超過2萬的後備軍人，配合14天5條制度，驗證上備甲後備部隊協同作戰效能。自初5到14連續10天9限，用無劇本加去中心化指揮方式，參考美軍的反向幹部精神，修訂基層幹部向指揮官再一遍說明任務的內容，和連底同款減少失誤。去年底成軍的 M1A2T 戰車第一遍參加漢光實兵作戰計劃，一個7個多邊形的海軍濱海作戰指揮部也要做實戰化檢驗。整合新的濱海作戰指揮部，就是包括所謂的這個反艦飛彈，以及攻擊快艇，以及無人機，還有水雷的配置。那邊國軍的 OTS-600無人機以及國造的這3規軍用無人機都會納入這個操演。最近通車的淡江大橋也納入淡水河防線，第一遍實施關鍵節點的組織甲防部演練。公路局宣布，初六暗8點到初7透早6點，淡水往北里方向所有車道甲人行道要封10點鐘。國軍會設更次圍頂設施，組織敵軍自北里海沙堡下設是台北港進入政經中樞，確保在最接近真實戰場的環境中，具備持續作戰的韌性。漢光演習也會配合進行下定輪型演習，中部加北部縣市要實施30分鐘的行動網絡降速，驗證軍民通行備援應變。NCC 第8日已經提前發有個警報，在拜五下晝一個演習期間，會個分別發一遍，提醒民眾愛注意。記者綜合報道。